氣功係乜嘢？等我哋知，氣功呢家嘢其實就係我哋中國好古老嘅一套養生功夫。個名拆開嚟睇，氣唔單止係呼吸咁簡單，佢係指我哋成身行緊嗰股生命能量。功就係功夫，即係要練習嘅意思。所以話氣功就係練氣嘅功夫，等身體嘅能量行得順啲。點解要練氣功？佢嘅道理同我哋睇中醫嘅理論好似，就係信人身體裏邊有條經絡通道，好似公路網咁，專係俾氣同血行嘅。如果塞咗車，氣滯血瘀，個人就會唔舒服，容易病。練氣功就係幫手打通呢啲路，等氣血行得順，個人自然精神爽利，冇咁易病。點樣練㗎？無論你學邊派氣功呢，都離唔開三樣嘢，我哋叫三調。一調身，即係擺好個姿勢，動作要慢，要鬆，要自然，唔好咁硬崩崩，等條氣可以順住嚟行。二調息，即係控制呼吸，唔好咁短促，要練習用個肚慢慢深呼吸，又長又均勻，咁樣可以按到內臟，個人又會定啲。三調心，即係控制個腦，最緊要放低雜念，唔好諗住返工啲麻煩事，將個心集中返喺自己個身度。例如諗住肚臍下邊個丹田位置，呢樣最難亦最緊要。有咩好處？你問有冇用？好多現代研究都話，長期練氣功真係可以幫你減壓，個人冇咁易重增同焦慮，得好啲，個人輕鬆咗，自然易瞓着，幫手穩定血壓，對心臟好，令你手嘅協調同平衡好啲。尤其是老人家冇咁易跌親，新手點入手？如果你想試下，記住幾氣功係一套幫你調理身心嘅好方法。喺呢個咁匆忙嘅世界，學識點樣慢落嚟，關心翻自己身體，絕對係着數嘅。